朽木，不人不己，己己不独自，其自是老有所终，壮有所有，幼有所长，鳏寡不独，非己者皆有所养。男有分，女有归，我不知其余，也不必操于己，灵不及不惧生，也不必为己。是不谋义而不行，盗窃而罪而不罪，不爱不而不义，是为大和谐的理念能够带回去，传播给更多的人。好，我们跟音乐再来一次，6、7，走。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宣贤与能，将心守目，不人不独己，其己不独自，其自是老有所终，壮有所有，幼有所长，鳏寡不独，非己者皆有所养。男有分，女有归，我不及其余，也不必操于己，灵不及不惧生，也不必为己。是不谋义而不行，盗窃乱罪而不罪，不爱富而不义，是为大非常开心能跟大家做这些分享，希望呢能对大家有所帮助。那我如果讲的不好的地方，还请大家多多包涵。那在下课之前呢，给大家说2个事情，就是等一下我们会利用10分钟的时间，请还没有照相的老师到7楼去照相。我们下一节课是4点钟开始上课。还有就是今天晚上呢，我们有安排大家夜游湘江风光带。夜游湘江风光带，是长沙现在比较著名的一个景点。那请大家吃完晚餐以后，7点20，在这个餐厅的前面不是有个屏吗？就是同舟楼前面那个屏那里集合。我们7点半准时发车，好不好？7点半准时发车。那如果